要开始咱的礼拜进前，请各位兄姐一定爱将口罩挂起来，因为这疫情的关系，会当将口罩挂起来，保护家己嘛，保护你身边的兄弟姊妹，感谢。宣调。上帝亲近所有求救伊的人，伊接近成困求救伊的人，伊要成全敬畏伊的人的心愿，伊要听因的呼求，拯救因。这时，咱要来起立吟圣诗，圣诗174首，人拿结连伫主耶稣，174首，人拿结连伫主耶稣，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天父的阿爸爸，你今仔知影，阮会当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调记你。阮知这是你的恩典。今日是武汉肺炎期间最后一摆的实体礼拜，为着疫情的控制。为后礼拜开始到5月初3，阮要用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你。虽然阮袂当常常做伙，阮伫无共款的所在，袂当常常见面。毋过求你，互阮有共款的心志，一同的意念，嘛互阮明白，伫即个疫情是出于你的心意。假使阮，互阮伫即个疫情，知影你的心意是啥物，互阮。知影伫即个期间，阮应该做啥物，才无浪费伫即摆疫情，互阮会当借着即摆疫情，活出你荣耀的见证。我嘛要将，因为即摆疫情伫全世界破病死实，也阁有影响生理、低到生活困难的人，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来除去一切的惊吓。你的圣灵的保守安慰，嘛引带阮行出这个疫情的困境，嘛保守祝福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会当互因有好的免疫力，会当伫这个中间，保守因的生活甲因手所做的工。我嘛要将阮伫阮中间破病身体甲心灵，拢受到拖磨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因。互因知你的听甲能力、稳定甲因同在。借着即摆疫情，求你来陪伴阮的心，互阮的心甲你搁较相活。我嘛求你来，互阮
准备心来领受今仔日的信息，互阮知你的呼召是啥物，嘛互阮会当及时来回应你，互阮知阮的一切毋是出自阮家己的才调，是因为你所赏赐。感谢你所赏赐的一切。阮安尼祈祷无够野，犹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出声祈祷讲。即时咱要来启应，请掀开启应文10篇，伫圣诗后面的14页，嘛是诗篇40篇。启应文10篇，我来启，请各位兄弟来用。我捌吞论天后耶和华，一位通惊的咸坑，对土中扛我起来。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人要看见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以及平安虚假的人。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你所行的奇事。袂话对你排列，这事甲你物你无欢喜。迄时我讲，你看我来了。我的上帝啊，你旨意我欢喜谈。即时咱要各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41首 A 调，圣诗241首 A 调，我做激动无得提示，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即时咱要来请男声合唱团来学录，哈嘞哈嘞哈嘞。哦，是嘞，我甘愿有耶稣。
感谢南声合唱团所献遮尔水的诗歌，我甘愿有耶稣，嘛，互透过这首诗歌来对咱讲话。这时，咱要来做伙读上帝话，伫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摩西回答上帝。若是以色列人无信我、无听我的话，讲你毋捌来向我显现过，我要安怎呢？上帝问伊：你手内摕的是啥物？伊回答：一支拐仔。上帝讲：甲伊迄带涂骹。摩西就将拐仔一ฮ็，就变真蛇，伊就闪开。上帝对摩西讲：伸出手来，掠条蛇的尾仔。摩西伸手掠条蛇的尾仔，蛇就搁随变做拐仔。上主讲：安尼做就会当有够额向以色列人证明上帝因的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捌向因显现。上帝搁对摩西讲：把手伸入去衫仔内底。摩西就把手伸入去，手抽出来的时阵，竟然洗了太高，像洗同款白。所以上帝就讲：搁把手伸入去衫仔内底，伊就照安尼做，一摆搁抽出来，已经复原，甲身体其他部分一样。上帝讲：恁若无信，因若无信你，也是无信第一个信者。第一个信者一定会当互因信服。如果即两个信者也阁袂当互伊信服，因犹原无听你的话，你就取一点尼罗河的水泼伫涂骹，水就会变真细，变真血。毋过摩西讲：上帝啊，请毋通欺骗我，我一向无口才。你甲我讲话以后嘛无改变，我就是遮尔一个笨口笨舌的人。上帝对伊讲：送互人口才，送互人臭耳孔、臭耳人、下狗，互人看见；送互人痴迷，是我上帝。你就去吧，我会替你讲话，我会甲你讲应该讲啥物。但是摩西回答：毋通，主啊，请找牵别人去。因此，上帝对摩西生气讲：你毋是有一个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影伊真有口才，伊拄要出来迎接你，伊一定真欢喜看见你。你甲伊讲应该讲啥物，我就使你甲伊口才，我会教导你应该做啥物。伊要做你的代言人，替你向民众讲话，你就亲像上帝一般，只是伊讲啥物，你就抓着这支拐仔，因为你要将伊来行神业。以上，这时咱要来请咱所敬听的蔡正道牧师来讲信息。题目是《圣经系列24》摩西第2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影大家敢会记即顶回牧师甲大家讲即个呼召甲提示的第1讲。伫第1讲中间，咱有提到摩西安怎拒绝上帝呼召，又讲2个理由。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伊所提出的其他的理由，以及上帝对伊的回答。希望会当透过安尼来食做咱的帮赞，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面前听你的话。求主你拍开阮的心门，互阮有属灵的目睭，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帮助阮有充足的信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阮恳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圣主的名，阿门。咱先来复习咱顶回摩西所讲的2个理由上帝呼召伊。伊无要答应上帝呼召，伊来提示。
第一个理由就讲我算啥物？为什么你要呼召我？上帝来回答就讲，我的确甲你同在，互你有快乐。上帝咧竞选人做器具，毋是看这个人是啥物，是伊要使用伊才做器具，会当互这个器具发挥伊的功能。第二个摩西的理由是讲，安尼，我若去以色列人讲我要带因出埃及，伊会讲啥物人叫你来？上帝来回答讲，我是创世成终的上帝。我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我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甲以色列百姓有关系的上帝。所以上帝用这两个这个回答来回应摩西，但是摩西显然也无满意，所以伊继续提出第三个理由。第三理由是讲无人信我，我是算啥物人？我去叫以色列人出埃及，伊就要对我去吗？无人会信我。所以伊对上帝讲：，假使若以色列人无信我，毋听我的话，讲你将来无对我显现过，我要安怎？因可能认为我是一个骗子。因为咱来理解摩西伊的背景，伊这时阵是一个流浪伫旷野的牧者，可能过去的经验影响着伊。咱知影摩西为虾米流浪去旷野？是因为伊捌替伊两个希伯来的同胞排解纷争，因两个咧冤家，伊为着要去替因主持公道，结果安怎？好心互雷霆，结果这人无要听伊，所以这件代志佫深深影响着伊。伊佫想讲如果我即时的时阵佫起来一些人讲上帝爱我带伊出埃及。如果伊若无相信，要安怎？所以伊甲上帝讲如果照你的意思我催啊我以色列同胞讲因祖先的上帝爱我，爱恁对我走，因若无信我，我要安怎？因可以了做我是咧骗因，可能了做我已经起笑。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咱人真鄙视，讲话无够重。咱算啥物货？别人敢要相信咱？牧师都捌有听过兄弟姊妹对我讲过，讲牧师，我真想要对我的朋友传福音，但是我的身份地位遐尼微细，我讲的人敢有要信我？人敢有够要？我讲的人敢要信我？咱看见着上帝安怎回答伊？上帝来讲，你身躯顶爱有新的技术啦。上帝无马上生气。伊只用耐心想办法要说服这伊所竞选的罗卜摩西。上帝来问讲：你手里摕的是啥？伊讲我摕一支管仔。上帝讲：你将伊等伫涂骹，叫这支管仔煞变做一只蛇。摩西真惊吓，想要走，但是上帝让摩西讲：你伸你的手，抓条这个蛇的尾。所以摩西就伸手抓这蛇的尾了，这蛇佫变做一支管仔。上帝讲：这是一个新约技术你安尼做就当以色列人证明，上帝捌呼召你，伊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捌对你显现。这是第一个新约咱来知影讲，以色列人其实因的历史中间因的历史的故事中间互因真惊蛇，因为因用蛇来代表犯罪的源头，是有些人去犯罪，离开上帝的对象。而且咱来知咱看迄个埃及的迄个图腾内底常常会出现迄个目镜蛇，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蛇是真恐怖的。如果因若看见摩西会当安尼佚佗蛇，因可能会因为安尼来相信。如果若佫无要相信，上帝佫予伊第二个新约技术。上帝讲：你若手伸入你的衫内底，叫摕出来了，我竟然生太个病亲像洗遐尼白。然后上帝讲：你佫将你的手来放入衫内底，佫摕出来了，已经复原，甲身躯的其他的部分相共。上帝讲：若第一个新约因无要信，第二个新约因一定会相信，因为安怎？
这麻风病是当时阵真恐怖的绝症之一。这种传染性的皮肤病当时阵差不多是无法度医啦。得到这个病的人，伊除了身躯顶的困毒疼痛以外，佫要承受精神、心灵上的痛苦。因为所有的人拢毋敢接近伊，因为这惊用传染嘛，所以上帝用这个新约来显明伊甲摩西三甲弟弟。若这两个新约因拢无要信，佫有第三个新约，就是去摕尼罗河的水来泼伫涂骹，水就变做火。所以上帝互摩西三个新约技术来证明上帝的大权能。这时阵咱就会问讲，牧师啊，我要去人传福音阮若袂晓行新约技术，要安怎互别人相信？其实你爱明白伫咱的身躯顶上界大的新约技术是啥物？上界大的新约技术就是咱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如果一个认捌你的人，我甲讲你信耶稣了，规个人完全无共款。过去的软弱，今仔日拢改变了。安尼，这就是上界大的新约技术，是上界好的见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要活出一个新生命，是上界好的见证。牧师要大家提醒有几个步骤第一项就是咱接受上帝的时阵，咱爱信上帝，内心爱有真实的悔改。什么叫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是代表一个人全然的悔改，包含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甲行动，拢爱改变。首先，先对思想，咱信上帝了，咱知影讲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咱爱承认家己的罪性，认捌家己所犯的错误，咱求圣神来光照咱，互咱知罪。咱是思想顶面爱有这款的意识，然后。当咱知影咱家己有罪了，伫情感顶面爱为着罪来忧伤啊！爱知影讲我即款过错会互我拄着真大的困境，所以我爱为着我的罪来忧伤。然后爱有意志，意志安怎决定？爱做一个决定，讲我要离开即个歹所行，转往真神。咱知影过错无要改，迄无路用。所以你有后悔意志，就爱想要改变。人讲悔改，就是后悔了爱改变。所以你意志爱决定讲，我要转离这歹所行，然后安怎，最后身体爱安怎，言行爱得到改变。所以咱第一项就是信上帝了，咱内心爱有真实的悔改，安尼你的生命才会有迄个机会活出新的生命。安尼佫无够。第二项咱安怎爱尊耶稣做咱生命的主宰。圣经同咱讲，若有人伫基督内底，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咱讲要活出一个新生命，就是爱活出一个新创造的人嘛。新创造的人的秘诀就是安怎，爱踮伫耶稣基督内底，也就是讲，一个人完全被耶稣基督所掌管。咱恳求耶稣来到咱生命中间掌管做主，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当然，咱要凡事学习耶稣这真困难。所以咱第三项就是安怎，爱靠圣神来活出基督的款式。圣经人讲，你若用基督的耶稣的心做心嘛，意思讲，咱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来行，照伊的脚领来行。你做每一件代志的时阵，拢爱去想着讲耶稣会安怎做？伫讲每一句话的时阵，咱拢想起着耶稣会安怎讲。这才是新生命的展现。靠你家己绝对无法度，所以你爱我靠圣神来得到改变。所以咱这三项，咱来学习信上帝了，你真实悔改，然后尊耶稣做你的生命的主宰，最后靠圣神来活出基督的款式。安尼。这种完全的改变就是上界大的新约技术，就咱去说服人来相信上帝。所以唔通因为安尼来提示，互你的生命成做一个新约技术，
用你的生命对人讲出上帝的伟大。咱看见着上帝安尼对摩西讲了吼，摩西也是伊丢毒，伊继续找理由。伊第四个理由是安怎？伊讲我能力不足。伊讲上帝啊，毋通找我，我一向无口才。你甲我讲话了，我嘛无改变，我就是一个最基顿的人，笨口笨舌、左口笨舌的人。伊对上帝讲：我能力无够，你莫找我。其实咱看摩西其实毋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咱看已经找遐侪理由。咱若去看着上帝看一个通敬畏的上帝，咱喙毋知要讲啥物话。摩西找遐尼侪理由。所以其实咱用华语讲，就是一个辩才无碍的人啊。你来看《使徒行传》安怎形容摩西，《使徒行传》的讲法是安怎？摩西伊接受了埃及文化的影响，真有讲话甲办事的能力。所以伊根本就是咧找借口嘛。伊毋是口才无好，能力不足啊。所以咱其实来理解就是讲。摩西其实是一个辩才无碍的人，伊只是咧找理由来提示尔。咱嘛常常会找理由提示讲主啊，我的能力不足，请你毋通差遣我。我袂晓，我啥物拢袂晓。也是讲牧师啊，你叫我去摒扫，叫我过门，我拢会晓。你叫我去传福音，我无可能会晓。其实牧师要大家知影，毋是咱能力不足，那能力不足是咱培养的。只是你愿意无愿意，你若愿意，但是你感觉你能力不足，你就只接受装备。自然而然，上帝要使用你，伊会装备你，互你有教业的能力嘛。所以咱看起上帝对伊安怎讲？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是我上主。所以你就去我会帮你讲话，我会甲你讲应该爱讲什么。所以上帝讲你免惊。你袂晓，我拢会晓。我要使用你尔，你是上帝的器具。所以咱能了解上帝呼召一个人来传讲伊的信息的时阵，迄个人所传讲毋是家己讲话，毋是家己靠家己口才好讲话，是爱讲上帝话。一个真正上帝萝卜，就是在传讲上帝话，毋是个人的思想、个人的想法。如果这件代志是确实上帝要做的，就免烦恼咱能力无够，因为上帝是咱的。靠山，咱来理解就是讲，圣经当然讲智慧稳定够也咱用，伊的能力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实际上这就是咱来去理解，毋是靠咱家己熬，咱要服侍上帝，毋是靠咱家己的才能，是爱靠上帝，诚做咱的靠山。其实牧师服侍，无论过去伫机构，还是现主是伫教会。伫面对着这服侍逐项事工的过程中间，互我深深去体验着，若毋是靠上帝互咱的气力，靠上帝互咱的智慧，实在是无法度去面对。所以咱真正爱学习去倚靠上帝，上帝要成就的代志，伊的确诚做咱的靠山，咱毋免烦恼。咱即马插出来讲另外一件代志啦，因为咱知影，咱今日是咱教会。实体礼拜的最后一遍，咱后礼拜了，要转变礼拜方式。其实咧做即款的决定其实是一个真两难的决定啦，一方面咱是望讲大家会当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但是一方面也因为拄着即个传染病的即个情形实在是真困难所以伫即个咧做决定的过程中间，实在是真挣扎。但总是在这过程中间，阮有经过评估，有经过考虑所以才会做这个决定当然有真侪人好意有足侪真好的提醒这牧师拢会参考但是咱最后只会当做一项决定所以咱有决定讲，咱要转变做网络的这个礼拜当然上界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的人会对讲牧师，你开遐尼无信心啦，你开遐尼无信心。
其实你要理解一点吼，大家牧师要互大家知影，我后礼拜讲对我讲了较清楚吼。咱要理解真正的信心吼，毋是全部拢赖互上帝。真正的信心是咱家己有哪会负家己的责任嘛？吼，你袂当讲我开车出门，我拢无要遵守规则，家己胡乱开，然后要求上帝保守咱一路平安。咱家己有哪会负责任？因为咱现主时吼，根据专家甲咱提供的意见，咱知影即款的病症吼，爱伫通风的环境中间，人甲人中间的距离爱有一定的情形下面，咱才会当得到保守。所以咱今日若群众的聚会，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嘛吼。而且这个风险吼，毋是影响咱家己尔，会去影响到别人。所以教会就做即款的决定。毋是牧师无信心，是咱伫评估下面，咱爱负责任，为着保护大家身体安全，所以咱做即款的改变。而且是暂时性的，毋是永久。咱暂定2个月时间，嘛这疫情赶紧过去。所以牧师互大家，大家做即款的解说。其实做这个决定了，我伫祈祷中间，我嘛相当的平安啦吼。因为我知影讲保护大家的身体安全是首要的，这是做一个牧者的责任。所以请大家会当伫这个过程中间去体谅。另外，咱也爱把握这个机会吼，因为这个时阵是真侪人真惊吓的时刻，所以咱把握这个时刻吼，接受上帝的呼召，去传平安的福音嘛。咱即马现代科技，互咱足方便，甲别人接触。即马拄好有即个机会，咱通利用即个时刻吼，将平安的信息传互别人。所以这是一个机会。虽然是一个危机，但是也是一个机会。望上帝将做咱的靠山，互咱会当真真正正将上帝平安的福音传出去。咱继续来看吼，上帝让摩西解说遐济了，摩西又还要提示，因为已经找无理由啊。所以最后讲上帝啊，请你找别人去，莫找我。虽然上帝一再保证，但是摩西又还一再提示。伊甲上帝讲，毋是我，你选别人，你看毋到人，无可能是我，你找别人去。这时阵上帝就小可生气啊！咱看见着上帝对伊回答是啥？你要勇敢接受这个使命。上帝替伊安排同工。答应要甲伊同在，赏赐伊才能，帮助伊会通行神业技术。目的就是爱摩西点点啦，莫搁来上帝因啦吼。这互咱去想着，目的就是要来摩西讲，我要找起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器具，你要勇敢接受这个使命。这互咱想着旧约的另外一个人叫做约拿，约拿接受上帝呼召，爱去尼尼微传福音。头先嘛是提示，但是最后上帝依然爱伊接受伊的责任吼。有人会讲爱上帝较伊遮尔阿爸，牧师要甲大家讲，上帝是爱咱好，伊爱咱透过负担即款的责任，去经历上帝拿签。伊呼召咱，互咱明白，互上帝使用是一件真幸福的代志。咱看见着摩西互上帝使用了，伊对一个真愤慨真郁卒的旷野内底咧流浪的牧者，变成做以色列国的国父。咱若继续看出来记的记载，咱就知影，当摩西甲亚伦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做，咱发现讲摩西了后就无有啥物家己的意见，上帝讲啥物话，伊就做啥物话。上帝的工作伫摩西点了，就真顺利进行。当摩西无搁再找理由，无搁再提示，无搁再过度考虑，无搁再怀疑家己，无搁再怀疑上帝，真正去做上帝所吩咐伊的代志的时阵，上帝就互摩西看见上帝的作为，这互摩西的信心完全被坚固，上帝的事工嘛完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接受上帝呼召，
咱来点点回应上帝的呼召，用咱的实际的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特别是这个时期，我需要大家讲过，这是一个真互人惊吓无平安的时代。上帝呼召咱爱做平安的见证。把握这个时期，你会当关心的朋友起来关心，分享平安的信息，带互人平安，毋通阁提示。咱也会当经历摩西相款，上帝的大权能，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透过摩西的故事，予阮明白，人生命的改变，就是接受你的呼召开始。求主帮助阮，拢会当回应，用阮的生命去回应你的呼召，阮成做一个活法的见证，去分享平安的福音。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阮充满快乐甲信心。我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蔡牧师所传讲宝贵的信息，嘛愿这信息帮助咱每一天的所行。这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33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33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即时请闭慢心来奉献。伫咱的座位前有来宾卡，你若是第一摆来到上联教会，请填写来宾卡来交互咱的执事。阮等者请牧师来介绍，来欢迎你。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听完了，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即时所献的金钱是你的赏赐，愿你帮助阮的心智，毋单是奉献金钱，愿阮的全人、阮的性命、阮的时间、阮的才调，拢会当奉献互你，因为这拢是你所赏赐。保守伫阮全人，拢会当诚做见证你名的囝儿，会当互你的名得到荣光。愿感谢你，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容阮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5页。总务委员会消息，
伫防疫的期间，咱为后礼拜开始，特别来采用线线的网络的礼拜。请兄弟继续为教会事工来带导，卖当用以下的方式来奉献。第一种是邮局的汇拨的汇款，请会当伫汇款的内底会当注明邮拨的人的名。第二种是银行的汇款甲 ATM 的转账，所以伫捐款了后会当将收据传到伫教会。第三种是刷卡的奉献，伫详细会当看周报的第16页。卖当第四种，卖当伫周间伫早啊9点到下晡5点，直接到教会办公室来奉献。其他请咱的兄弟家己来看。这时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带导。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安尼，这时阵牧师来补充报告吼，咱对后礼拜开始要转变咱礼拜的形式吼，就是咱会用一个线上礼拜的方式。如果你若真正袂晓使用吼，咱会当找咱的同工吼，来请教，咱会当帮助大家设定吼，你连手机还是讲咱厝里的电脑、电视，拢会当观看吼。所以这个部分。教会有拍一个片吼，要来大家做一个说明吼，互大家知影讲，伫厝内底礼拜吼，甲咱伫教会内底礼拜是相共吼，所以咱来看即个宣导的影片。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对3月15了后，约用2个月时间，咱会暂时性伫厝内底用网络转播来共同礼拜。因为用这种方式会改变，所以牧师有以下几点会提醒。第一项，虽然咱伫厝内底敬拜上帝，依然是全教会的兄弟姊妹伫共一个时阵做伙同心敬拜。所以咱依然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咱所信仰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是伊所欢喜的。第二项，所以咱伫礼拜开始的前10分钟，咱也是会由牧师伫传播中带领大家做伙来祈祷，接续有事情来建造。所以咱着将圣经甲圣诗事先准备好，全家做伙准备心来礼拜。第三，咱着按照师会的指示来进行礼拜的整个程序。吟圣诗的时阵，如果若方便的人，咱着起立，用敬虔的心做伙来唱。大欢喜，和乐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启用的时阵，咱就用回应的心，甲师会做伙来启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第四项，伫奉献的时阵，咱就将奉献的金钱分别出来，咱准备一个箱仔，也是铺满来放这奉献的金钱，听候适当的时间提到教会。也是利用教会所提供的奉献的方式来奉献。我就敢要提起教会，好，安尼来，我小弟，我用信用卡，所以我写你直接，替我提起教会，好。因为咱就先把钱献到内底，啊有时间才做伙摕来教会。最后，咱同心接受祝祷，然后默祷散会。
这灭岛机会。亲爱兄弟姊妹，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咱更加应该爱专心信靠上帝，愿上帝祝福保守。亲爱的家长们以及孩子们，别忘了每个主日的上午，我们也会有儿童礼拜的转播，欢迎收看。也千万要记得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观看，而且我们有给家长的一封信，欢迎你透过那里能够知道如何陪伴孩子们在信仰上的学习。愿上帝祝福你。时间原来是照常哈，所以7点半有一场，9点有一场，10点半有一场，咱会当全家选择适当的时间，咱做伙组织吼，甚至这个礼拜结束了，咱搁做伙分享礼拜的信息。个另外无需要大家提醒就是讲，因为咱最近所有的小组甲团契大多数拢会暂停，这个时阵咱就是需要吼。搁较大家较结连互相带导的一个时期，所以你会当透过电话关心，也是讲我知影有一寡小组已经有透过网络的做伙祈祷，互相分享，这拢是真好的方式。可能这段时间把握这个机会，互大家搁较结连，这是牧师大家提醒，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看顾。这时，咱要做伙来起立，吟祝福的诗歌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伫咱唱诗歌了后，要请牧师来祝祷，了后要阅读谢温共受册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谢温共受册恳。